讲到今年年中的时阵，疫情当咧紧张，真侪学校拢改做线上教学。不过对偏乡的家庭来讲是真艰苦的，可能因无设备处理无网络，或者是无相关的知识未晓使用。然后打开镜头，让老师看到自己，然后拿出课本跟铅笔、擦布，然后开始上课。伫咧黑暗的环境上课，无电脑，敢若会使研手机啊，这是偏乡囡仔伫疫情期间的日常。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统计，因为疫情期间需要线顶教学的是只有3成的偏乡囡仔有家己的电脑，也是白帮电脑；2成的囡仔敢若会使使用手机啊上课。就算有设备，嘛敢若一半左右的囡仔厝内有网络通使用。我使用的设备是我父母的手机与家中的笔电，但是因为我们家也有人在使用线上上课，所以常常会网络断讯。寄来的东西它的那个软体的一个配备，跟学校的一个所使用的那个线上学习的教学，事实上是有落差的。学区的家长针对这方面的话，其实作为自学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。行政院今年11月推动逐班有网络、逐人用白帮政策，希望让偏乡学校每个学生都有白帮电脑通使用。不过，联盟表示，就算学校有网络，学生有白帮电脑，也可能拄到学生厝内无网络通用等等的问题。借了这个平板回家，也会还有连线的问题，会不会操作的这个问题。偏乡的孩子，如果以前他们并没有习惯数位的学习或上网这件事情，那临时这个疫情来了，的确是非常的困难。联盟建议中央平常时就先安排学校演练，排除线顶教学常常拄到各种问题，确保学生的学习权利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